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二月十一号真后生石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麦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，咱即版的版头呢是3、5来开伫第5期，所以咱要对12月23号才来看版头3、5找到了，咱先来甲伊下一期的第4期25来甲考起来，咱的25要来甲加上4，所以25来加4就是29嘛吼。29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、29一只。来，继续来看12月31号版头3、5小翔，再来开第5期，所以咱共款先来甲伊下一期的第4期29来甲考起，咱的29要来甲加上4，所以29加4就是33，3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有无？33一只。来，咱再来看到1月14号版头3、5小翔，再来开第5期，所以咱要先来甲版头下一期的第4期19考起，咱的19来甲加上4，所以19来加4就是23，2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23一只。刷落来要搁继续来看到，伫2月5号版头3、5又过来开第5期。所以咱先来甲版头下一期的第4期32来甲考起，咱的32要来甲加上4，所以32来加4就是36，36会要伫版头的下5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5期，36，这就是咱2月1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。来，咱继续来看后一版，一版的版头呢是27。来开伫第4期，所以咱要对12月30号才来看版头27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版头以下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以下3期的第3期是25，咱的25要来甲合数26，所以26来减掉25就是01，01会要来伫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01一只。继续要搁来看到，伫1月16号，版头27小翔搁来开伫第4期，所以咱版头找到，先来找到以下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下3期的第3期23，咱的23要来甲合数26，所以26来减掉23就是03，03会要来伫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来03一只，来咱一只搁来看到。1月21号版头27又过来开伫第4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以下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下3期的第3期15啦吼，咱的15要来甲合数26，所以26来减掉15就是11，11就要伫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来11一只，来咱刷落来，搁来看到伫2月4号版头27小翔来开伫第4期。所以咱先来找到版头以下3期的第3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下3期的第3期22，咱的22要来甲合数26，所以26来减掉22就是空数会要来伫版头的下6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，空数，这就是咱2月1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。来，咱要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版头是03来开伫第1期啦吼，所以咱对1月8号才来看版头03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版头顶3期的第1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顶3期的第1期是1空，咱的1空要来甲合数28，所以28来减掉10就是100，100会要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100一只，咱一只要搁继续来看到。1月12号版头03小翔搁来开伫第1期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版头顶3期的第1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顶3期的第1期03啦吼，咱的03要来甲合数28，所以28来减掉3就是25，25会要来伫版头的下7期来开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来25一只，来咱搁继续来看到1月22号，版头03。又过来开伫第1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3期的第1期，1期、2期、3期，顶3期的第1期是1期，
咱的一字要来个合数28，所以28来减掉12就是16，16后要伫板头的下7字来开，2字、4字、6字、7字来16只。来，咱要再来看到1月23号板头03，哇，连总来开伫第一支啦吼，所以小相先来找到板头顶3支的第一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一支是16，咱的16要来个合数28，所以28来减掉16就是1支，1支会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有无？1支一只。来，咱刷落来，佮继续来看到。伫2月3号板头03，小象佮来开伫第一支，所以咱要先来找到板头顶3支的第一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一支是16，咱的16要来个合数28，所以28来减掉16就是1支，1支会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1支。哇，这啊就是咱2月1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估计。来，咱要佮继续来看后一版，咱这版的版头呢是一一来开伫的第3支，所以咱是要对12月31号再来看版头一一来找到了，咱要先来找到版头顶3支的第4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4支28，咱的28找到来甲减掉7，所以28来减7就是21，21就要伫版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。21一只，继续再来看到，伫1月17号，板头11，小象再来开伫第3支，所以咱先来找到板头顶3支的第4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4支33，咱的33要来甲减掉7，所以33来减7就是26，26后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26一只。来，咱要继续来看。1月22号，板头11，同款再来开伫第3支，所以先来找到板头顶3支的第4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4支20，咱的20要来甲减掉7，所以24来减7就是17，17就要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来17一只。咱刷落来再来看，伫2月3号，板头11。小象再来开伫第3支，所以板头找到，先来找到伊顶3支的第4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3支的第4支3孔，咱的3孔要来甲减掉7，所以30来减7就是23，23会要来伫板头的下7支来开，2支、4支、6支、7支，23，哇，这下就是咱2月1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估计。来，咱要佮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呢是3支到1支的版咯，版头是06来开伫的第2支，所以咱要对10月10号再来看版头06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版头顶2支的第5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还有顶5支的第1支，3支、4支、5支，03，参版头顶7支的第5支，6支、7支、3支，所以2支、3支啦吼，也就是03甲3支这2支会要来伫版头的下4支。2支会开1支，2支、4支，来3支，有无？03也有3支，来开到3支啦吼，2支来开1支。来，咱搁要来看到，伫12月11号这版头06，小象搁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咱版头找到了，先来找到伊顶2支的第5支，1支、2支、3支，顶5支的第1支。3支、4支、5支、02，也有顶7支的第5支，6支、7支、35。所以就是02、35，也有3支这3支，会要来伫板头的下4支，3支会来开1支啦吼。2支、4支、02、35，有无？02、35甲3支，来开到02甲35，3支来开2支。来，咱搁继续要来看。伫12月17号，这板头06，小象再来开伫第2支，所以咱要先来找到板头伊顶2支的第5支啦吼，1支、2支，顶2支的第5支38，顶5支的第1支，3支、4支、5支、02，也有顶7支的第5支，6支、7支、3支，
所以就是0238甲39这三支，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支，三支会开一支，两支4支，02还佫有38有无？0238甲39，伊是毋是来开着02甲38三支来开两支啦吼？来，咱直接要佫继续来看，伫个1月22号，板头06，共款佫来开伫个第二支，所以咱先来找着板头顶两支的第五支，一支、两支、三四，顶五支的第一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100，还佫有顶七支的第五支、六支、七支、35。所以就是134甲35这三支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支，三支会开一支，两支、4支、100。是毋是134、35来开着100啦吼？三支来开一支。来，咱刷落来，佮继续来看到，伫个2月6号只板头06，小翔来开伫个第二支，所以咱板头找着，先来找着伊顶两支的第五支，一支、两支、200，顶五支的第一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305，还佫有顶七支的第五支、六支、七支、37。所以就是05、28甲37这三支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4支，三支会开一支，两支、4支。05、28，还佫有37啦吼。所以05、28甲37就是咱2月1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三支着一支的板路。来，咱要佫继续来看后一版。咱这版的板头呢？是一切来开伫个第二支，所以咱是要对10月18号才会看板头一切找着了。咱刷来先来找着板头顶一支的第一支，还佫有第五支。来，伊顶一支的第一支01，第五支是34，还佫有板头伊顶4支的第一支，两支、4支04。所以就是01、04，还佫有34这三支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6支，三支会开一支，两支、4支、6支04。34，是毋是01、04，还佫有34，来开着04甲34啦吼，三支来开两支。来，咱佮继续来看，伫个12月15号只板头一切小翔，佮来开伫个第二支。所以咱板头找着了，先来甲伊顶一支的第一支02扣起，第五支38，顶4支的第一支，两支、4支04。所以就是02、04，还佫有38这三支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6支，三支会开一支，两支、4支、6支38、02、04歹势哈，加漏一支02啦吼。来，02、04、38，是毋是来开着02甲38？三支来开两支啦吼。来，咱要佮继续来看到，伫个1月27号只板头一切。小翔佮来开伫个第二支，所以咱先来甲板头顶一支的第一支06扣起，第五支是30，还佫有板头顶4支的第一支，两支、4支03。所以就是03、06，还佫有30这三支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6支，三支会开一支，两支、4支、6支03。是毋是03、06、30来开着03啦吼？三支来开一支。来，咱要搁来看到1月30号板头一切又来开伫个第二支，所以板头找着，共款先来甲伊顶一支的第一支06扣起，第五支37，顶4支的第一支，两支、4支06。所以两支06啦哈，也就是06甲37这两支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6支，两支会开一支，两支、4支、6支06，有无？06。还佫有37，伊是毋是来开着06？来刷落来，咱要佮继续来看2月4号只板头一切小翔，佮来开伫个第二支。所以咱共款先来甲板头顶一支的第一支03扣起，第五支23，还佫有顶4支的第一支，两支、4支16。所以就是03、16，还佫有23这三支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6支，三支会开一支嘛吼。两支、4支、6支03、16，还佫有23，所以03、16甲23，也就是咱2月1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三支着一支的板路。咱今仔日板路的分享就到这为止。你若是感觉我的板路袂歹，麻烦会记得帮我按赞。
分享、转发、订阅阿布拉，阿布拉，再感谢咱各位好朋友。